6·4民运领袖乌尔开西7月6号发表了75乌鲁木齐流血事件的声明。他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，镇压中死亡人数之高令人震惊，这揭示了共产党的凶残。他并呼吁世人要关注新疆维吾尔族人的权利。6·4民运领袖乌尔开西说，只有经历过6·4天安门大屠杀的人，才会对中共宣传的震爆有一个比较理性的思考。自己的命运会掌握在共产党手中，这一点本身的那种恐惧，没有经历过的人是非常难以理解的。回教徒、伊斯兰教徒也是受害者。乌尔开西还说，真正死亡的数字往往都比中共承认的要高得多。这次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之高令人震惊，揭露了共产党的凶残。也要传达一个凶狠的共产党的这个残暴镇压的信息，就是说，如果将来还有任何的这种少数民族的不同意见的这种抗议的话，共产党绝不手软。乌尔开西表示，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强权专制的受害者，希望全世界的人能够关注他的族人。乌尔开西7月6号发表75乌鲁木齐流血事件的声明中提到，中共对维吾尔人的高压统治和压榨终于导致反抗。广东韶关所发生的冲突只是导火线。新唐人记者王倩云、熊斌采访报道。